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9号，这一期我们聊个热点话题。今天热搜有一个叫初中生偷转父母37万元充值游戏，讲的是什么事呢？说的是有一个14岁的初中生小李，用家长实名认证支付账户，在1年半的时间里面，向某个游戏充值552笔。一共是37万元。家长发现后就要求这个游戏公司退钱。那游戏公司肯定不退呀。在游戏公司看来你这个账号是正常的，是成年人对吧？注册的、认证的，涉案游戏账号以及支付账户均显示为成年人，也就是小李的家长实名认证，充值行为应视为成年人操作，且公司已履行防沉迷义务，不应退款。那这个小李的家长就把游戏公司告上法庭，最终经这个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居然判定游戏公司和小李以及小李家长均有过错，就是原被告都有过错，游戏公司需要返还充值款12万余元。这个事情听的有点莫名其妙的，云里雾里的。这是央视财经的一个报道，大家看视频近年来，熊孩子偷偷的使用家长账号进行充值打赏的事件屡见不鲜。那么这些钱款能否追回呢？广州互联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家里的37万元存款在18个月内悄然消失，家长发现后一问才得知，这些钱都被14岁的孩子转走给游戏充值，挥霍一空了。孩子的父母随后将游戏公司告上法庭，想要回这些充值款。事情还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初中生小李的父母做生意非常忙碌，为了方便孩子帮忙购买生活用品，小李的家长不仅给小李配置了一部个人手机，还给他绑定了家长的支付账户，并将支付密码也告诉了他。那么这个他自己手机支付账户呢，实际上也是他父亲帮他实名认证的对外显示是他父亲的一个账户，因为他自己也知道父母手机的这个支付密码所以他趁父母不知道的时候就把这个母亲手机里面的这些款项就是分很多次的转到了自己手机里面的这个支付账户里面。那么这些钱他都花到了哪儿去了呢？原来小李用家长的身份信息注册了一款网络游戏，为了提升装备，他开始在游戏里充值。1年半的时间里，小李累计完成了552笔游戏充值，每笔金额从数元至数千元不等，总金额高达37万余元。由于小李的父母经营生意，账户上的资金进出比较频繁，因此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异常。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账户上的余额已经所剩无几，这才发现了问题所在。我回家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原来有那么多钱了，我就发觉这一下子怎么少了那么多钱，我又没有用，我就这样发觉了嘛。向游戏平台申请退款无果后，小李的家长与游戏公司对簿公堂。在他们看来，给游戏充值期间，小李未满18岁，尚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年半的时间里，充值金额巨大，与其年龄、智力明显不相符，且孩子的充值行为未经监护人追认，属无效行为。游戏公司应该退还这些充值款。不过对此，被告游戏公司并不认同。在游戏公司看来，涉案的游戏账号以及支付账号均显示为成年人，也就是小李的家长实名认证，充值行为应该被视为是成年人操作，而且公司已经履行了防沉迷相关义务，不应该承担退款责任。这样的抗辩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呢？法官、法院核查了涉案账户的消费结构、收支情况、充值时间规律等等，综合判定是小李使用该账户进行了游戏充值。那么从这个游戏的时间来看呢，它这个充值时间呢，基本上也都是不在这个未成年人这个上学
以及这个需要去居家生活这么一个时间啊，基本上是在节假日以及这个晚上就是正常的小孩子下课的这个时间啊，符合这个未成年人的特征啊，所以我们基于这些特点呢，综合判断起来，还是认定这个充值行为是由未成年人李某去实施的。那么，未成年人充值游戏，这些钱是否能够全额退回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法院审理认为，小李作为年龄相对较大的未成年人，应当有一定的自控力，但他却长期沉迷游戏，并瞒着家长持续充值，自身存在过错。而小李的父母作为监护人，不仅放任小李使用家长的手机，并知晓支付密码等，且在超过1年半的时间里，未能及时发现小李沉迷游戏和充值行为，并予以制止，显然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明显过错，这也是导致损失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法院也指出了游戏公司的过错所在。暗设游戏虽然按照相关规定设置了实名认证，但仅需姓名加身份证号匹配即可完成注册，进而登录游戏进行充值。这一过程中，暗设游戏没有设置操作人是否为实名认证信息本人的验证流程，因此小李得以通过输入其家长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完成了游戏的实名认证。也就是说，游戏公司未能在技术和流程规范方面采取充分措施，预防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身份进行充值消费，亦存在一定过错。法院审理认为，父母是孩子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相较而言，在此事发生和损失扩大的过程中，小李及其父母应承担相对更大的责任。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和损失情况等，广州互联网法院最终判决游戏公司向小李返还充值款12万余元。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啊，我第一反应啊，这个事情更像是小李的家长沉迷于游戏，在游戏上花了这么多钱，现在后悔，觉得自己吃亏了，想把这钱要回来，然后就假说啊，找借口说这是小李，就是他14岁的儿子在玩。我觉得啊，更符合这种事实。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啊，咱们先不说这个家长给孩子这个提供账号、提供认证，因为你用成年人实名注册的话，那么他相应的啊，这个玩游戏啊，这个防沉迷系统，他就要宽松一些。如果是个小孩、未成年人，对吧？他只有周六周日，某个时间段才能让你玩。反正那个限制非常严啊！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儿子玩游戏，他就是用我的账号，他拿我的去注册的。然后他经常啊玩游戏的时候要登录，或者是反正就经常会要什么验证码，但是验证码是发到我手机上的，所以他就问我，我告诉他，否则他往下恐怕他的那个账号就用不了了，或者就没法正常使用。也就是说啊，他在1年半时间里面，家长说他不知道，这不可能的。这是关于游戏账号啊，关于支付呢，那更不可能，对吧？就是家长他没办法解释，说什么为了买东西方便，他14岁的孩子要买什么方便啊？他就把自己的支付账号告诉他儿子，这个完全说不过去啊。如果你让你儿子买东西，比如说超市买点东西，或者是对吧，他生活费什么的，你完全可以打到他微信账户上去，给他转1000、转2000，不可能把自己的银行卡、自己的对吧这个账户的密码什么告诉他，这个违反常理啊。然后一般的啊，对吧？你如果是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那里面都有账单，甚至他会提醒，对吧？有的支付还需要付密码，有的是。对吧？要确认啊，他儿子知道密码，但是呢，他应该能看到余额变动。然后他的解释是什么呢？他是做生意，
所以他那个账上钱进出比较多，所以他就没有发现。他儿子也花那个账上的钱，对吧？虽然有提醒，但是他那个账每天有进账，还有其他的要出，所以说混在里面啊，就蒙混过关。你看这个理由编的，你做什么生意的？你做生意每个月不要对账吗？难道不用对账是吗？有的人每天要对账，对吧？你最次是1个月对一次账，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赚钱还是赔钱了呢？然后1年半以后啊，才发现账上没钱了，给我感觉他是做生意赔了吧？然后1年半以后再去统计啊，像一个游戏账户充值552笔37万，这个都是违反常理的啊。最主要是这个法院啊，完全就是乱判，可以说叫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个法院的一大证据啊，它居然是因为这些充值和使用时间都是周末和这个课余时间，也就是非上课时间。他经过这个，他能判断这个使用游戏的、使用这个账号的是小李。这个大家只要稍微有点逻辑常识的，法官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就是小李的父母，他完全也可以周六周日或者平时晚上玩游戏，然后法官以这个啊为理由来判定说这个账号是小李在用，所以我感觉这个判决里面有猫腻啊。最后判游戏公司要退12万，这个纯粹就是和稀泥啊。这么说啊，不代表我支持游戏公司啊，实际上我是非常痛恨这游戏公司啊，因为这个游戏公司啊，我以前做过节目，对吧？现在咱们这个游戏，它从一开始就它设计的就是怎么样从你的口袋里掏钱，它是利用这个成瘾机制啊，实际上它跟赌博是一样的，是一个逻辑，对吧？你只要沾上这个游戏，然后你只要愿意花钱，你花了第一笔之后，你后面就源源不断在花钱，它总有办法让你有花钱的冲动，花了钱之后，你有那种花钱的快感，那种获得感，完了就这样这个周而复始，让你越陷越深。所以游戏公司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游戏公司，对吧，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说法律上你就可以和稀泥，法律上还不是要讲究公正呢，一码是一码。所以我认为这个案子里面，我觉得游戏公司啊，他不应该承担责任，1毛钱都不要退。甚至应该游戏公司去报案，这个家长涉嫌诈骗，法院是不管你这个事啊，法院它是民事纠纷，这个游戏公司应该自己到那个公安部门呢报案，就报诈骗、欺诈。但这个也不能啊，就是说明咱们就支持游戏公司啊。游戏公司在这个事情上面它没错，但是啊，我认为有关部门对游戏公司也应该做限制啊，包括这个啊，让人诟病的这个什么打赏，对吧？这个报道非常多啊。有的小孩打赏一打，对吧？多少万打没了，对吧？还有几十万，还有贪官，对吧？贪了钱去打赏，一打1000万、几千万的，对吧？这报道特别多，这就是我就非常纳闷啊，就是难道这个有关部门他对这种就是 UP 值啊，就是一个人花费，他在这边不做限制吗？对吧？这明显的已经超出正常的这种范围了。你比如说啊，你一个人玩游戏，一款游戏里面，你不应该要求他设上限吗？我是建议啊，应该设上限。你比如说这款游戏，对吧？这个1年里面，你一个人不能超过5万，不能超过10万，就这个上限你可以商量，对吧？可以去通过计算，就是上面应该有个封顶，你不能用一款游戏啊，把人家搞得倾家荡产，不能可着一只羊去薅啊，往土里薅。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游戏公司是最赚钱的，他们赚钱啊，大部分都是这种灰色收入。我也不能说所有都是啊，就大部分和抢钱没什么区别啊。这也是这个游戏公司为什么啊愿意退12万的原因。反正他这个钱来的容易，就相当于抢来的，给你返还一点也无所谓，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需要返还。所以游戏公司他愿意和解啊，他愿意这种，毕竟没有让他全退。当然了，法院也判决啊，这个游戏公司啊也有他应负的责任，比如说这个注册啊，这个使用流程啊，对吧？它是流于形式啊，仅仅用这个名字加身份证号再加手机号，对吧？就可以注册，应该再加一个，对吧？人脸识别，玩的过程中啊，对吧？动不动叫人脸识别，你判断注册的这个人，这个账号的拥有者和玩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对吧？这些技术手段都可以做到的，但是游戏公司是不会做的，这么做他不就赚不到钱了吗？所以这些漏洞啊都能解决，他就是不解决。有关部门也是睁着眼闭着眼，
所以对游戏公司来说也不冤啊。这就是我说的，他那个钱赚的都是灰色收入啊。所以我认为啊，如果说青少年防沉迷，防止青少年乱花钱，对吧？乱打赏，乱给游戏充值，还得家长负责任。因为家长是监护人呢，家长应该预知后果，就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样后果。我儿子玩游戏啊，他用我的这个账号啊注册的，我也问他啊有没有给这个游戏充值或者买道具花钱，他说他从来不，我也不太清楚啊，就是因为我也没玩过。他用我的这个账号去玩，然后他支付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这个支付账号可以不可以？因为我没试过，我也不清楚。反正我的支付账号他肯定是不知道的。如果用他自己的支付账号可以支付的话，我也有心理准备，因为他没多少钱，那就全部充了也没多大事。毕竟他也没信用卡，他也不能借贷，对吧？网贷平台他也用不了。所以说啊，这个为了防止小孩啊乱花钱被骗，还得家长操心啊。当然了，对这种游戏公司对平台也要加强监管呐。这些游戏公司这些平台不能唯利是从啊，不能仅看流量和利润呐，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对吧？不仅要设这种人均消费额限额，就是人均 UP 值要设限，对吧？加强这种人脸识别，平台是有办法的啊。因为平台把那个人工智能都这些高科技啊都用在了审查上面，对吧？审查你的思想，审查你说了啥，你稍微说点不好听的阴阳怪气的，人家都能审查出来。他怎么就审查不出这个手机那一头是个未成年呢？一定有办法，只不过他不愿意做。不过法院要这么判的话啊，我认为是开了一个比较坏的头。这个风气啊一旦形成啊，实际上这个社会啊就是在不停的制造输出大量的大宝贝啊。从法律上来说啊，这属于一种过度保护啊，起不到这个警示意义啊，教育意义。法院就应该判决啊1毛钱都不退，然后这案子转交给主管部门，对吧？要对这个游戏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罚到肉疼啊。这个游戏公司啊怎么罚都不过分。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